家咧回流潮好多人講啦，即係等於移民潮啱啱出現嘅時候咧，香港啲媒體就否認有移民潮，或者咧就講到英國啊、加拿大有幾衰。而家咧今年個 agenda 咧就係不斷講移民潮之後就回流潮啊嘛，好多人回流。咁係咪事實咧？我睇一個姓黎嘅香港資深傳媒人啦，佢仲喺啲主流報章度寫稿嘅，即係我就唔明白嗰一代啲人咁墮落嘅，可以係即係吹到咁離譜嘅。就講到話有20%人咧會回流啦，咁係咪事實咧？20%人會回流咧？其實咧佢哋就根據呢一個 report 噶嘛，有呢個嘅20%人左右，其實冇係14.8%，諗住試第三個，有啲人咧就諗住回流，加埋20%人左右回流，呢一個咧係當時話永居會改革啊，即係呢個5+1變成10+1，係嗰個時代講嘅嘢嚟喎，即係佢訪問人哋。如果5+1變成10+1，你會唔會回流啊？如果 B1 變成 B2， 會唔會回流？究竟有幾多人回流？根據英國官方數據，主要是 ONS 長期國際移民統計及內政部數字，以 BNO 簽證去英國後再長期離開英國，包括回流香港的人數目前仍然較少，大約只有數千人左右，並非大規模回流。主要官方數字截至最新可用數據，抵英人數2021年至2025年期間，約有16萬名港人透過 BNO 途徑長期移居英國。按估計，內政部數字顯示簽證批出總數更高，截至2026年3月約23.8萬宗，包括境內轉換，實際抵英約16.3萬至17萬以上。離開英國人數，長期離境，即離開12個月或以上，截至2025年6月約2000人，主要集中在2024到2025年，每年約1000人左右，有4捨5入。截至2025年12月，約4000人，長期離英，淨流入約15.9萬人，即留英比例約97.5%。這些離開數字包括回流香港，也可能包括去其他國家，如加拿大、澳洲等。但分析普遍認為回流香港的機會較大，因為相對容易。短期離開少於1年或旅遊則不會計入長期移民統計。Migration Observatory 牛津大學2026年報告也指出，部分獲批簽證者可能從未抵英或抵英後短時間內離開，所以抵英長期數字低於有效簽證持有人數。其他相關資訊，潛在回流。2026年初，有港人組織調查，約1725名 BNO 持有人，若英國收緊永居 ELA 要求，例如收入或英語門檻，約12.8%表示會考慮回流香港，推算約2萬人，這是潛在而非已發生的數字，且部分可能改去第三國。香港方面，香港入境處沒有公開詳細的 BNO 回流分類統計，坊間有報道，如2024年底聲稱過去1年有超過3萬 BNO 持有人回流，但缺乏獨立官方驗證，最與英國 ONS 數據明顯不符，可信度較低。早期調查，部分英國研究顯示，絕大多數 BNO 移民計劃長期留英，甚至接近99%無回流計劃，但近年因經濟、就業、生活成本及政策不確定性，回流討論增加。總結，目前截至2025年底至2026年初數據，真正長期離開英國的 BNO 港人約2000到4000人，抵英總數的很小比例，約1%到2.5%。回流現象確實存在，受英國經濟、就業困難、政策變化等影響，但遠未達大量回流規模。